你有冇試過明知唔應該做，但係心裏面嗰份好奇心，硬係叫你開一開，睇一睇？今日我哋要講嘅就係古希臘一個關於好奇心、災難同希望嘅故事——潘多拉打開盒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個頻道。如果你鍾意神話故事、人生寓意，或者啲令你反思嘅古老傳說，記得 like 同訂閱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一齊睇下潘多拉點樣改變咗人類嘅命運。喺希臘神話入面，潘多拉係眾神創造嘅第一位女性。每個神都送咗一份禮物俾佢：美貌、魅力、音樂才能、手藝。但係佢哋亦送咗一樣最危險嘅嘢——好奇心。同時，眾神俾咗潘多拉一個密封嘅盒，原本係陶罐，仲講咗一句唔好開。你都知啦，越講唔好開，就越想開。試下想象屋企有個神秘盒，無標籤、無說明，只係一句警告。日復日，潘多拉嘅好奇心越嚟越強。終於有一日，佢忍唔住，輕輕咁打開咗少少，就係嗰一下，世界變咗。盒入面衝出嚟嘅唔係寶物，而係疾病、痛苦、妒忌、戰爭、衰老，所有人類將會面對嘅苦難，一次過飛晒出去。潘多拉嚇到即刻合返個盒，但係已經太遲。世界再唔係原本嗰個完美嘅世界。但係故事未完。當潘多拉再次打開盒，望入去，佢發現仲有一樣嘢留低咗：希望。好，點解希望會留喺入面？唔同解讀有唔同講法。有人話係俾人類喺黑暗中仲有一線光。有人話希望本身都係一種折磨，令你一直等。但係另一個角度係，雖然苦難已經散布全世界，但人類仍然有能力想象更好嘅明天。呢份固執唔肯放棄嘅信念就係希望。潘多拉打開盒子成為咗一句形容麻煩開始嘅說法，但其實佢亦提醒咗我哋，人生嘅痛苦，你一旦見到就唔會再反轉頭。但你仍然可以選擇，你係揸住恐懼定係揸住希望。所以真正嘅問題唔係點解潘多拉要開盒，而係面對已經發生嘅世界，你會點樣選擇？如果呢個故事令你有啲新諗法，喺下面留言。你會唔會開個盒？點解？記得 like、訂閱同分享俾鍾意神話嘅朋友。多謝收睇，下條片再見。